永康凌霄保健武隆宫每当年底拢会办理寒冬送暖消灾祈福火光大发挥的缘由，是为了1805年2月6号发生的美浓大地震，造成维园大楼倒塌。中华国际甲东坝佛教总会惠吉祥大活佛众土仁波切为宜兰乡亲超度祈福结缘。同时，每当的祈福法会拢会结合公益活动，温暖社会弱势角落。1805年。地动啊，迄个甘咱古迹假淡巴仁波切活佛啊，结合做善人，所以啊，每一年拢受到啊，咱所有的信众的肯定啊，所以互咱庙方啊增加信心啊。主委王大明表示，活动可以为整个火供。参加消灾祈福法会的信众，拢会当添智慧、添财富，保佑身体健康、家庭美满。火供可以圆满后，阁会特别准备玉皇大天尊、显母上帝所赐的大吉、大利、大红包、麻油鸡饭、素食便当送予民众。希望伫即种来临的新一冬，拄具报生，吉祥如意。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